巴基斯坦75年友誼基金會成功的商人首席執行官薩爾弗拉茨集團拉合爾公司和主席哈姆扎莫格爾救濟基金會主席拉合爾公司的 Mohammed Hamza Mogul Group 和主席哈姆扎莫格爾救濟基金會主席穆罕默德哈姆扎莫格爾救濟基金會在與巴基斯坦鄰國中國75年的理想友好外交關係特別對話中表示，他補充說，兄弟國家在巴基斯坦和中國的審判時刻總是受到保護。中國政府和巴基斯坦人民迄今為止支持我們各個論壇，並提供了來自巴基斯坦的自然愛的實際證據。他說，斯帕季娃是純粹中國永恆友誼的證明。巴基斯坦不僅導致經濟發展，而且走上經濟發展的道路。數以百萬計的巴基斯坦受過教育和勞動力的年輕人，在自己的國家遇到了更好的工作，和有才華的中國機會向有才華的中國政府學習。拉合爾公司首席執行官薩爾弗拉茲集團 Sarfraz Group of Companies Lahore 和主席哈姆扎穆格爾 Mohammed Hamza Mogul 也特別感謝他向中國商界在巴基斯坦的大量投資表示敬意。與此同時，他上個月告訴 Finjari Power China 主席，他提到了由李先生率領的中國商務代表團在辦公室舉行的商務會議，為了進一步打動巴基斯坦的商業夥伴關係，拉合爾公司和手指電力中國的薩爾扎集團將成為巴基斯坦標準鋰電池特府經營和廣泛分支系統網絡的基礎。根據要求文件， Finjari Power China 開發的標準鋰電池將進口，這將使大多數巴基斯坦人付出代價。現在船不是遙遠的地方，因為每天不斷增加的熱強度和從巴基斯坦人民運動雲的潛在負荷分擔，從建築大國中國和拉合斯公司的薩拉茲集團將成功。每個房子都會在任何時候都會明亮，每個孩子都會睡得安全舒的。拉合爾公司首席執行官薩弗拉茨集團 Sarfraz Group of Companies Lahore 和主席哈姆扎莫格爾 Mohammed Hamza Mogul 主席邀請中國投資者公司通過巴基斯坦主要城市的巴基斯坦商業社區的 Pack China Friendship 口號，以及消除農村和落後地區的失業，以及巴基斯坦人民的繁榮，提高中國友誼的地位。他說，中國的合作是可能加入巴基斯坦的一系列發達國家，因為巴基斯坦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年輕一代失去工作，缺乏資源是中國投資者要解決的問題，他們與之接觸。